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的。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其实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制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哈。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日本政府宣布提供台湾124万剂疫苗，所以市长黄伟哲特别接见台南市日本人协会理事长叶池孝南来表达感谢，并且强调到时阵会优先提供700多剂疫苗给台南市的日本侨民。今年2月初，当时台湾的大学生拢经登去厝内放寒假，不过因为疫情，一日本留学生无法度登去。市长也特别献花，并且以成年礼来祝福画面，大家也印象深刻。嘛凸显台南甲日本的友好关系。而即届日本捐予台湾124万剂疫苗，协助咱对抗疫情。4号市长特别接见日本人协会理事长叶池孝南，除了表达感谢。嘛强调，这批疫苗分配到台南，将优先提供给700多位日本侨民来做。因为日本在台湾的日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或是因为有一些他业务上需要，他可能可以先打好。我觉得其实都很好。我觉得这部分在台南的日本人700多人是上限，这上限到底可能是来了500个、600个，甚至300个、400个，其实都好。只是我们先造册起来。他们愿意施打，经过联系后愿意先施打的话，我们都会提供这个机会。基本上，对台日的官方跟民间的一个友善的表示，我们都表示肯定。优先顺序中央会定一个指导原则，譬如说第1类优先，第2类优先。像第2类优先里面就还蛮多的嘛，第3类优先、第4类优先。
那以警察来讲是第5类优先我们把这个警察提到最先优先，其实中央也肯定那其实这个部分也是有地方的一个因地制宜的考量。所以说现在6都把警察人员提到最优先其实大家国人同胞也都肯定那像我们这个国军的清消，国军是第6优先、第7优先的。那我们把国军的清消人员提到最优先来施打，还有国军的飞行员，我们不可一日无空法，飞行员提到最优先来施打，中央跟地方国人跟市民其实得到肯定，所以地方有一些自己可以调控的一个方式日本人是在台南的，日本人是有很多有年纪也是，比如说我知道是最大的是93岁，那还有年轻的也有，那所以日本人不管是日本人或是台湾人还是什么国家的人，先需要的人先施打，那当然需要的人里面一定有些日本人，有些日本人有慢性病，年纪也大，或是有在南科有国际上的上班，那为了台南的经济或是台湾的经济帮忙，还是这种人也是我觉得需要的人。那所以真的昨天是黄市长公布的这种一个政策，我觉得对台日的关系有很多帮助。市长进一步表示，有关注疫苗优先顺序，中央虽然制定指导原则，不过地方卖当因应调整，参照最近的长照机构疫情，所以台南的照护人员大约2000多位，卖刷到优先顺序来住，以免长照机构有感染的危机。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伫疫情的期间，为了服务市民，研发中心的部分伫2楼户外设立联合服务中心，其中公务局每一天拢有100多名民众前往下巡，到目前已经服务超过1300人。伫中央19号开始实施疫情3级警戒进程，17号开始，台南的超前部署，禁止民众进入市区。并且伫户外集中各局处启动联合车工，直接将办公室转到户外。这款兼顾民众车工的需求加防疫做法，根据监务局统计，到6月2号为止，已经服务1357位，毛民众感受到市府严格防疫态度加成效。还蛮周全的，就以现在目前这样子，算是还可以接受这样子。主要是办什么业务？我是办像公务局办业务这样，公务局的业务这样子，对。所以觉得这样还蛮贴心的啦。对，而且还有都有人会来接待这样子，对。会兼顾防疫的需求，然后又兼顾你们洽公的需求。是。现在是防疫期间，但为了要继续服务市民呢，市长非常贴心。在我们市政府2楼户外走廊设置的为民服务专柜，那这些呢都是第一线的服务民众的局处呢，总共有9个局处。那关于公务局而言呢，我们从设置柜台5月17号开始呢，到6月2号为止呢，总共服务了1357人次。那服务的内容呢，但是建造实照的部分，以及普发图说，以及建筑套会就上了80%。那服务的民众呢，非常满意我们这样的服务的效果，那对防疫呢也很有帮助。根据监务局表示，每一天上班时间差不多拢有100多人次以上服务，民众车工公务的部分，则以禁止函件、设立太阳能以及建造、私教的发照业务等上济占8成以上。政府表示，只要相关疫情，这项服务得持续维持。也感谢民众防疫期间全力配合。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配合全国防疫3级警戒，台南市各图书馆嘛封馆到6月14号。封馆期间，总图书馆除了24点钟自助借册、行册机器照常营运以外，图书馆阁推出宅急便的服务，只要开1点仔运费，就会当伫个厝内收到想要看的册。台南市立图书馆拥有全国上大规模的24点钟自助取册的机仔，会用容纳2560本的图册。伫个防疫期间，虽然图书馆配合封馆，
不过，逐工还是有民众到自助机来借册行册，一工大约有300本的量。因为现在都没办法，然后那是要让小朋友阅读啊。那可是其实家里有限，然后书店也都不开，那就是所以我都是用线上预约，然后就直接这种24小时的窗口来取书这样子啊，这样也会感染就是我们那个风险啊，对啊，因为不用跟人群接触，这样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这段期间，我们新总馆的24小时取还书站，我们是持续的在营运。那每天大概有300多本的书会从这边取走。那从闭馆期间到现在，这机器已经提供了3000多本的书的一个外界。那取还书站除了民众可以把各馆的书预约到这边取书，他也可以预约新总馆的在架书在这边哈。那同时呢，我们2台的自助还书机也都是提供在营运的。馆长表示，自封馆以来，大约借出3000本的图册。现在配合较远路的民众无法度自助取册，图书馆对6月1号起，邮局来配合推出书箱宅急便的服务，只要70块的运费，就会用运送5公斤内的图册到恁兜，互你防疫唔免出门。除了这之外，我们从这礼拜开始呢，新总馆也推出了书箱宅急便的服务，民众可以透过网站来提出申请。那以5公斤的包裹为一个单元，大概可以装10到12本书，那运费是70元。我们收到申请之后呢，会把这个付款码会 email 给民众，那民众可以透过手机转账，也可以到超商去缴款。那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书呢宅配到府。那这书看完之后，就近还在附近的图书馆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因为疫情期间，我们都有把归还的日期延长到6月30号。那未来会滚动的去延长这些期间，所以民众也不用急着说一定要出来还书。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宅在家，然后安心的阅读。如果说图书馆有这样一个宅配服务，我可能会使用吧。对，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是在永康图书馆那边拿借书，可是因为那边封掉了，所以我们有些书其实都还卡在那边这样子。而现在是还好，这边还有，那我就到这边来拿这样。这项书箱宅急便的服务一推出，短3天就有34件。未来如果量大，会搁甲邮局来协调运费。你图书的借出甲行册，图书馆的人员嘛拢会先做消毒的工作。除了实体的图书，另外图书馆的网站嘛有提供儿童的数位资源、电子册、有声书、甲影音平台等7大数位资源的服务，甚至下载图书馆的 App。互你用一支手机就用享受阅读的趣味。台南新闻员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减少外出降低被感染的机会，但是绿色中辈送餐服务却是袂当停的。安南区乐利社区开办送餐服务将近14天，为献奖乐利4册3里的绿色中辈提供免费每日送餐的照顾。为切菜、备料到路顶翻炒，每一个动作拢十分的熟练。因为这个工作是乐利社区发展协会每天拢爱做的。为了要照顾到安南区成功乐利4册顶3里的绿色长辈，发展协会为民国97年开始自筹经费办理送餐的服务，一礼拜7天，每天拢会送餐，就算讲是疫情期间，服务也袂中断。鹿我社区的送餐服务呢，是横跨显公、鹿儿、石草3个里。那我们自民国97年2月11号持续的供餐，到今年110年前后，已经历经了14年，现在是13年又3个多月，所以迈入第14年。那这14年来，我们不曾向这些独居长辈或低收入户来收取任何费用，都是免费供餐。也因为是免费的送餐服务，为了会当让活动持续办理落去，协会也会贩售杀卖鱼酥、咖啡、手工艺品来补贴经费。我们的经济来源大部分都是用社区自创的文化商品或社区产业，像树木鱼松、
粟米鱼丸、椰干，还有手工吊饰、鱼背包、咖啡等等。当然，我们也有在做社区美食风味餐的品尝，还有在做社区小旅行的老人解说。那当然呢，这些收入是不够我们的支持费用，因为我们是全日供餐，早餐、中餐、晚餐，我们全日供餐。因为鹿儿市场跟贤宫没有便利超商，那也没有自助餐，所以呢，他们要吃饭的话，必须走到庙旁的面馆去吃饭。那这样往返的时间大概都要1个小时左右。那又怕这些长辈发生问题，所以在这段防疫期间，鹿儿社区以高标准的防疫措施，持续的为长辈们服务。协会每礼拜六以及礼拜，拢会伫罗里门天后宫经路边仔贩售这些商品，希望会当结合社会大众的爱心，持续为弱势长辈送餐服务，挹注资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幼保系师生团队参加2021 iWorld 创意发明竞赛，第一届参加就摕下金牌奖。因所设计教学玩具真富有开发的价值，学校目前也正伫申请专利当中。5月伫台湾举行的2021 iWorld 创意发明竞赛，是由世界发明智慧财产联盟总会所主办。比赛目的主要是鼓励年轻的世代发挥创新、创意甲创作的精神，善用专业知能，演化具有新意的作品。这次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幼保系师生团体共同开发出来的幼儿教具，家己了声光效果，互幼儿伫游戏的时阵，更会当增加学习的兴趣。这主体是采用木头材质，然后就是安全耐用，然后它分为前后2个大型摩天轮组成，是用长螺丝还有培林固定的，然后前面的摩天轮是用于转动，然后我们的洞口还有我们的投掷物都是采用雷射切割，有很高的密合度，可以让小朋友去自行的转动它。等它停了之后，就请小朋友到盒子这里找相对应的，他觉得这是什么，然后就去找。假如小朋友觉得这是猴子的话，可是投不进去，那小朋友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就是他没有选择的是对的，然后就是会让他再去找。这次比赛总共有来自世界16个国家的选手参加，参赛作品将近400件，竞争是相当的激烈。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幼保系学生万芳宇、李佩仪、李以欣，在黄义良甲王佑老师的指导之下，做伙完成 Smart Ferris Wheel， 打败众多好手，得到金牌奖。我们参加的这是 iWorld 的一个国际竞赛，那它有16个国家哈，有将近大概400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竞赛。哦，那我们是用这个多功能的一个辅具来参赛。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用那个英文简报来送审。哦，那这对学生来讲其实也算是一个挑战。是。那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是，这是第一次参加，然后就得奖了。是。虽然是第一届参加这项比赛，华裔幼保系就得到金牌肯定，非常的难得。该作品目前也伫咧指导老师的协助之下，申请专利当中。华裔幼保系摩天轮智能辅具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好，谢谢。
台南市公办的直播课程，到目前已经累计470万的观看人次，影片嘛成为外县市教学的参考。其中，伫新增加的体检课程当中，老师佮总办生动物翁仔来提醒大家，伫厝内一定爱做运动。各位同学，在疫情期间，请拜托要认真学习，不要辜负老师、爸爸妈妈的用心。让我们一起加油，线上学习，稳住疫情。台南市公办的直播课程不断提升课程品质，甚至创新多元。对5月31号开始，新的课程为了避免学生大部分时间拢伫厝内，所以特别安排3节课，搭配体适能运动甲平衡的饮食概念，让学生有完整学习。甚至为了去幼童眼光，老师也装扮动物翁仔，相当用心趣味。现在呢，请小朋友离开你的椅子。站起来，让我们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来动一动吧。小朋友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要开始喽！特别知道说，现在防疫的生活必须重视健康，重视我们的体能，还有艺术的部分。那首波我们推动的是健体课程的部分，来在我们的公版直播课程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那我们在礼拜2、礼拜4的一个下午，礼拜3的上午，每个礼拜有3节课的部分来推这一个所谓的健体课程。那我们很感谢我们进学国小的校长周校长来领军，来推动这一个部分的课程。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最夯的是我们有3个玩偶、人偶来加入，然后来教我们孩子来跳护眼操、洗手的一个动作。那真的很受我们小朋友的欢迎哦。那我们参与这一个人偶扮演的我们竹桥国小我们谢校长跟我们的进学国小张老师都非常的认真，他们也觉得很值得，因为为了让准备这一个整个舞蹈的部分，花了相当多的心力。教育强调，透过互动式教学甲设计，都来提高囡仔学习的兴趣，嘛希望囡仔听课伫厝内嘛无袂记哩维持健康的生活，适当运动，并且顾好目睭，并且片中嘛加入防疫的生活，包括认识新冠病毒、甲正确挂喙罨，以及侪防疫的小撇步，搭配红仔画面来说明，确实加做生动活泼。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全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6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